受提名做美国司法部长的介子，因为牵涉买台拒绝任命案，前总统川普换提名福州的前检察总长邦迪。英国的电信公司开发出一款 AI 的开讲机器人来接诈骗集团的电话，证明因的时间甲资源袂去打电话骗别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台湾拍赢美国队这关键的打者，咱的江坤宇表示，伊捌想过要赢美国，今仔日真正是很互伊足欢喜。另外是受到众人关注的，咱气势堂皇的台湾队长陈杰宪去互球击到脚，第五局提早退场去接受治疗。陈杰宪表示，明仔载伊的状况若是无问题，一定想要上场，甲大家做伙来争取胜利。替台湾选手来集气，要打败美国，当家旧当外口的台湾人有够多，连日本的民众拢加入，家己做台湾上勇的步调。我们是从澎湖过来，我们本来来京都赏枫，我们刚刚新干线杀過來的。台湾が大好きだからです。比赛进前咧练习的时阵，台湾队的休困区出现一粒充气的18刀啊！原来这是郭俊麟收到买将送的礼物，中间的人员替伊加工，将2面的6变做6面的6，希望投手野手拢有等到6个时阵的好表现。结果全场14支安打，投手群拢总敢若落2分。没有特别想的，因为昨天的阴霾，然后再影响到今天比赛这样，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没有那么糟糕。一颗一颗投嘛，一颗一个来这样，因为家政学长也有跟我讲，一个一个来这样。相信我们的勤收嘛，然后去了解每个投手，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想出哪个球路。我自己也蛮开心的，因为其实自己有时候也幻想过会不会赢这些强国嘛。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像教练他们说的，我们写了一篇新的故事，然后新的开始。8比2大赢美国，不过陈杰宪复球牵着脚，第5局提前退场，赛后简单治疗，嘛是有整的感觉。主要是看明天啊，那明天如果还 OK 的话，当然就是我一定会想下场。那今天看到大家表现这么好，我真的很感动啊！就是在场下看也会觉得很激动。对预赛甲打手感上好的陈杰宪讲，只要状况会使，对日本一定会上场。还有2场比赛，大家爱趁这股气势来赢比赛。8比2打败美国，其实就像江坤宇所说的，团队创造了历史。而23号晚间，中华队就要再次对上日本队。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劳动部落发署8分署的公务人员行地路这个案件，涉嫌甲伊霸凌的前分署长谢义勇，今仔日是录影向死者的家属，也有8分署的同仁来回示的。劳动部表示，谢义勇对今仔日开始停职，会甲伊移送监察院审查，检调单位嘛已经启动相关的调查。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规身躯乌衫讲甲后天回失的，劳动部公务员自杀案发生到即嘛，互人指控是霸凌者的谢义勇，美真侪工总算向4个公务人员的家属，一家8分署同仁回失的，不过毋是亲身出面，是发布一个将近7分钟的影片。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北分署工作，最后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遗体。我要郑重的跟北分署曾经因为我的沟通模式、互动的模式、情绪的管理所造成的不安、担心、害怕，我要郑重的道歉。这一部影片是晚了一点，但是呢，总比没有好。那么后续谢义荣前分署长他必须坦然的去面对，包含后续司法的调查以及行政的调查。因为这个案各界正注意，劳动部表示依法停解相关人员，谢义勇即马开始停职，并移送监察院审查。若是新北地检署疑以家暴昏他日案，甲谢义勇列做被告调查，以渎职等罪嫌侦办。日随指挥调查局去劳动部调阅资料，不过无敲吹甲约谈。
另外，有民众取笑伫劳动部门牌下骹大便条纸表达心声，勾显五里会第一。4、5公务人员家属是透过议员表示真感谢各界关心，对亲人过身真悲伤嘛意外，嘛想要知影伊到底伫工作场发生什么代志，受到偌尼大的压力，毋知无顾亲人会毋甘。毋过目前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无方便对外发言，敢若望真相早一日查清楚，阻止霸凌事件搁再上演。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罗发诉这件霸凌案，总统赖清德是搁再出面来回释的，要求爱严查严办。劳动部长何培山请辞嘛已经得到批准。因那国民党团的立委是希望立法院会当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理清真相。民进党团是表示支持合宪合法的监督检视这件霸凌案。首先，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向家属道歉，严查严办，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赖总统搁在为前劳动部罗发署北分署长谢义勇牵涉工作上欺负案件下失礼，强调行政院已经采取果断的做法来进行处罚。那谢义勇2大过以上顶界，劳动部长何佩珊也请辞核准。赖总统认为要避免相关的情况搁发生，除了中央带头，行政院检讨各单位这种反欺负的机制，地方政府也要同时来进行。霸凌是公司单位都要面对的严肃事情，中央政府要以身作则。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是否周全。赖总统强调，未来检讨法令，建立完善的制度甲顺畅的沟通管道，希望使阻止工作上的欺负。不过，国民党立委更加希望立法院会使针对这个案件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更加多真相。今天组织调查委员会是万分当中的无奈，但谢义荣他不出来，他不出席。他不接受调查，你能拿他怎么办？那针对劳动部这个个案，因为调查委员会势必是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已经有其他司法权跟监察权的调查中。立委主要认为，会使采公听会、听证会，也是委员会层级、议会层级的专案报告。民进党团支持合宪合法的监督检视，民众党团是希望促使公益甲发备案的人保护法机关。吴妈妈说：“政府不要再官官相护。”还给我儿子一个清白，促进廉政的政府、廉能的政府，而且要提供揭弊者应该有的这个保护。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拢关心工作上的欺负，立委黄国昌讲，党团向台湾社会答应，本会期一定会通过，教法备案的人保护法，互检举的人勇敢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着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进前提名前共和党的众议员盖祖做伊未来司法部长。不过因为伊有牵涉着性交易、毒品，还有乌西等等的歹代，引起真大的争议。即马盖祖是决定要拒绝这项任命案。所以来 Trump 是换提名佛州的前检察总长邦迪来做伊的司法部长。伊是 Trump 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伊嘛要参与真侪 Trump 的案件诉讼。Trump 俄罗邦迪是有买20档的司法经验，反制暴力犯罪，为佛州来提供安全的环境。另外 ，Trump 嘛讲，说落来这司法部是未过互人用来做攻击伊的武器。川普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前佛州众议员盖茨决定拒绝这项任命的消息传出了后，华府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大概接受访问时，看起来大家拢真欢喜，上超开了。I mean, there's a sense of relief about it, of course. I think he did a pretty noble thing, frankly, honorable thing by getting out himself. 无司法检调工作经验，也牵涉到未成年17岁少女性交易、乱用毒品、接受不当的政务，并且独立他人这这项丑闻的盖茨，要接任司法部长消息传出了后，那是民主党强烈的反对，共和党内部拢有不满的声音传出来。司法部的检察官因更加是感觉真惊甲生气。巴蒂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安顾问的波顿讲，盖茨是史上上海的部长被提名人。也无川普的后生小唐纳川普是认为讲，这个非代表型的内阁成员，和华府建制派是真生气，多好显示伊的老爸选择，正是美国选民想要看到的变革。川普发文感谢盖茨过去8天以来为着互提名通过所做种种努力，了后又佫提名前佛州检察长邦迪为接替人选。川普讲，邦迪有将近20年的司法经验，严厉处罚地理暴力犯罪，为佛州的家庭提供安全的环境。
今年59岁邦迪因讲是川普快力口内底核心人物之一。川普头一任期拄到的参议院弹劾案，邦迪就是川普法律团队内底一名成员。最近纽约的封口会改造商业记录的案件，出庭过程也拢看到伊的身影，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席，也捌伫华府的公关公司工作，领真悬的薪水替卡达政府科威特公司对比来游说。有了邦迪接掌司法部了后，川普讲要互政治好看遐个话，将会来实现。邦迪伫为川普的刑诉案件来讲话，对主持案件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讲话也无客气。川普伫伊发文讲，长久以来带有党派偏见的司法部一直互当作是对付伊，甲其他共和党人的武器，以后无多管理做咯。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俄乌开战超过1000天，罗西亚即马是受到乌克兰开始使用美国甲英国提供的长程飞弹来攻击。罗西亚总统普京昨个宣布讲要试射上新型的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而且佮警告讲这战争是长咧扩大到全球。因为乌克兰的外交部是批评讲，这罗西亚的行为未属北韩。就伫咧乌克兰动用美国的 Attack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也有英国的暴风影长程巡弋飞弹攻击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甲库斯克州了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讲，伫实践条件之下，成功向乌克兰的涅伯城试射上新型的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Открыто, публично, без опасен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отивника, также получающего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чему без опасен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средст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кому оружию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普京强调，安尼施做是为了要应对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因而进一步的部署将会看上新的情形来决定。这种名叫做真果球的新型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攻击的速度会达到10马赫，也就是10倍音速。到即马也无任何的防空或者是反飞弹系统会当甲伊炸落或者是反射。美国五角大楼讲，伫攻击进程无偌久，就接到来自俄罗斯的无线通知。I can confirm that Russia did launch an experimental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notified briefly before the launch through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hannel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发文讲，俄军动用 ICBM 洲际弹道飞弹，表示这场战争的规模甲残酷程度已经严重的升级。不过西方真侪专家讲，俄国所发射的可能是 RS-26边界飞弹新版本，伊的射程是无够洲际弹道飞弹的6000公里。乌克兰外交部希望国际社会随对俄罗斯的动作做出反应。Такі ракети такого типу, лякаючи своїх сусідів, лякаючи світ, залякуючи світ. Тобто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про деградацію Росії до стану Великої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另外，伫俄乌战争已经拍超过1000天，美国的民调机构盖洛普伫今年8月到10月所进行的民调显示，有52%的乌克兰人希望伊人赶紧透过谈判结束战争，只可能38%的人认为应该坚持战斗一直到胜利，比2022年时阵的73%甲2023年的63%希望坚持战斗的比例是大幅度下降。虽然大部分接受访问的乌克兰人依然是希望会当加入欧盟甲北约，不过接受访问的人内面认为乌克兰会当伫今后10年内加入欧盟的，已经自战争的73%降到61%。认为会当伫咧10年内加入欧盟的，已经自战争的64%降到51%。公视新闻张玉林编辑。即马诈骗的问题真严重，来看到英国的电信公司即马就开发出一款 AI 开讲机器人，正做上新的反诈骗技术。这个号做 Daisy 的阿嬷是高智商、高卫生，24点钟拢会当来接诈骗集团的电话，甲因讲一句应一句，讲东讲西，互诈骗集团是白了工，占用因的时间甲资源，无法度打电话去骗别人。目前，这个 AI 阿嬷是已经接上千通的诈骗电话，互诈骗集团浪费数百点钟。It's nearly been an hour for the love of. Gosh, how time flies.
英国上大的电信公司 O2 开发的 AI 阿嬷戴斯甲诈骗集团乱开讲1点钟，互诈骗集团是愈讲愈生气。这就是 O2 推出的 AI 开讲机器人目的，用来浪费这诈骗集团的时间。有老大人定然是诈骗集团的目标，所以甲戴斯设计诚侪爱编辑的阿嬷，真机卡个趣味。电信公司讲，就已经接听1000多通诈骗的电话，浪费这诈骗集团几8点钟的时间。有一个歹徒甲戴斯已经开讲40多分钟，也无想要甲电话切断，也想要讲继续甲骗落去。And the great thing about AI is that when it's talking to AI, it's not talking to real people and scamming them out of their hard-earned money. 诚做一个 AI 开讲的机器人，但是有的就是时间，24小时拢会接听诈骗电话，而且什么拢会用开讲，也会听讲，莫讲这银行的口罩，也有信用卡这敏感的资讯，也是乱编这个资料。电信公司会甲开讲的内容经由演算法分析诈骗集团定定用的话术，再佫提供给警方。也过专家指出 ，AI 技术只要一出5标准的语音，就使复制对方的声音的特点，而且相关的程度有达到70%。这项技术已经被公布了，要也恐惊变做2个 AI 互相开讲的情况。You need to consider the potential for an AI arms race where the people who are scamming and being baited use an AI to scam, and you end up with two AIs essential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不过，有专家讲 ，AI 也有正面的影响，戴斯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Because while they're busy talking to me, they can't be scamming you. And let's face it, dear. 根据 O2 的数据显示，67%英国人讲烦恼真多诈骗的受害者，1/4的人每礼拜拢有做无同程度的诈骗。希望有更加多科技公司共同来投入研发，有效来阻止愈来愈严重的诈骗的案件。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的西方地区最近这几天是直直的上大雨量创纪录。专家指出，原底属于正常天气现象的大气河流，因为暖化和水汽变更较高，可能就是美国西方落大雨的原因。而且，若是落雨，这高纬度的地区，刷落来可能阁会落大雪。车穿过真错漏的产业道路，水花喷真悬，边仔看过去，规片的报道园已经淹了了。这是美国加州中北部沿海的索诺马郡，为这个所在一路向北到奥瑞冈、华盛顿州甲美加边界。最近因为一直传出大水雨造成灾情，专家认为这是太平洋的大气河流所造成的。Within the tropics, easterly trade winds converge along the equator to create a moisture-rich cluster of clouds, convection, and precipitation called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r ITCZ. Disturbances in its flow transport immense amounts of moisture and energy from the tropics to the pol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tmospheric rivers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leward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外电引述的气象预报指出，丰富的水汽拄到高纬度地区的气温，这个礼拜六，各往东的蒙大拿、爱达荷加怀俄明州会有落大雪可能。When air encounters the mountains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rced upwards. The rising air becomes saturated, causing rain and snow to fall, particularly on the windward side of the mountain. The flow of air continues eastward, depleted of its moisture. 真湿的空气拄到低温致使落雪，嘛发生在澳洲。为北极来冷气团，甲各地气温向压过10外度。为英国一路向东到德国甲波兰，各地气象单位分别向民众发出警讯，提醒大家无论伫厝的，还是出门伫路里，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措施，以免路面结冰出去，造成车祸甲人员受伤。公视新闻次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共一个时间再会。